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。今日大家要提来做运动，轻活养生操。我们练习的时候，第一个运动好就是我们减跳，好减跳的摆动，好摆动。这个手呢会做一些运动哦，手要借给手数加眼，好手借给我，好右手先借给我，等一下借给我。那做什么运动？就是肩膀哈，做些做痛多些嘞，做事做太累，做太多，手就会数后两片，肩膀好斜方肌，好三角肌，好这肩膀都不舒服，减跳哈啊不用手把它给摆动松开来。怎么做？手借给我哦，好，等一下手借给我，右手借给我。我们的手可以举高，等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试着看看手可不可以举到最高，手慢慢举高，好，举高的时候呢会过头会贴近耳朵一个拳头，哎，好，手可以举高又可以搭肩，好内旋，好还可以摸背往后摸，手会往后可以往后摸，好，所以我们手这样子动来动去，对不对？都靠哪里带动？两片啊，这个肩峰下这个关节呢，啊，这个肩膀这个肌肉带动，所以有时候做痛，做太累了，这边都不舒服，教大家怎么松解，松解。数加眼哦，做真数加眼，右手这个摆在腰的后面，腰的后面，腰的后面，把它固定好，全身不要动哦，动哪里？动手肘，数张，向后背。吐气，向后吐气的时候哪里会酸？这里把这个撑开，好，会酸就好，不要太大力。这个手肘收回来，数重了，就吸气，好，向后吐气。第一次学哈，慢慢做，听清楚最重要，不要一下做太多会受伤。就1，向后背，数重了，做10下。2，手肘叫摆动解粘连。做点吧，慢慢做，哎，这样做，手放在就是腰的后面摆动，好，不用吼，全身不要动，杠杆原理哈，动的时候这边就会撑开，再收回来，好，做10下，9，拢好哦，10，好，收回来，好，做完的时候周后这边就会有点酸酸的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运动，好，教大家进阶版就是去揉它，好。先找到你的这个摸数加眼名，好，这个骨条，好，这个肩峰这边有个骨头，好，骨头的最高的地方，数不用下来，好，这个位置，好，用什么去按它？用手指头，这个手呢，这个指腹，好，大概一节大概是这个3到5公分，好，这面积大一点，好，去摸到，先摸肩峰。下来这个位置去揉它，好，轻轻揉，会摸到咕溜咕溜的，好，不用出力哦，用1分力这样子压着它，听呢，慢慢画圆圈，好，画10下，慢慢画，好，这样子轻揉它，把它揉开，好，揉开以后，它手举得就很高，往后背都很灵活，好，好了以后，加上第一个教的真数加眼摆在哪里？摆在腰的后面。等一下，手指头、数指头去给它向后推，推的时候，数张手肘也要往后推，2个力道哦，一个是手推，一个是手肘往后，让它这个把这个筋膜给松开。好，做10下，2、3，等好哦，4、5，加油哦！又有点酸酸的，7、8、9、10，后来数不用好了，好，把这个揉一揉，好，加上摆动，这个就松开了，手就会很轻松。真数做好，右手做好，要换左手咯，好，左手一样摆哪里？想一下，对，摆在腰的后面，全身不要动，动哪里？数张，手肘向后摆动，向后吐气，数重了，好，做几下，胸压，对，10下，好，3，很好，有酸就好，把这个撑开，吸
够了哟，加油加油，同好哦。7，加油哦。8，手肘摆动，解粘连。9，10，好，书不用它了，书不用它了。这里就有点微酸的，把这个撑开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用这个一样手指这个指尖面积比较大，去摸一下肩峰这个骨头下来大概3公分的地方，去轻揉10下，给它按摩了，按摩，做点摩，轻揉，不用出力，这样揉，把这个肩峰下的关节囊给揉开，慢慢揉。好了以后呢，手肘不用了，摆在腰的位置。好，这个手肘在外侧，手掌在腰的位置哦。然后手肘向后动一下，手指头就跟着推，2个力道哦，一个是手肘动，一个是哪里动？手指要跟着向后推，摆动哦。是哈，加油哦！1、2、3，再来，加油加油哦，够了哟。好，会有点微酸的哦，吐气，回来，再来。好，9、10，好，手不用好了。好，你举高往外旋、内旋，角度就会进步很多。好，慢慢做，微酸就好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松解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减条的功能。好，它的这个肩部的功能有一个叫我们的中医讲的是第一条经络叫肺经。我们肺经呢就从这个凹陷处中府鱼门穴走到我们的尺泽、孔最、列缺，这样子走到外大拇指的少山穴。好，中府鱼门穴就是要压它。好，在我们中医讲的，中医师说的哦，过敏、气喘，好，这种咳嗽，这种就是这些呼吸道的系统做一些保健。好，保健怎么找这个穴道呢？大家数将来哦，真数将来，右手借给我，摸到先摸你的锁骨头，好，骨头摸到了吗？骨头的下来有个凹陷处，你先摸着它，好，手叉腰，有没有凹下去？好，手松开，变平了，手叉腰，凹下去，对，就是个凹陷处。好，摸到以后呢，比几比4，定点的凹陷处，定点拨筋，好，波动，好，波动，好，波动，好，几下，10下，多大力？有酸就好了，主要是要去刺激它。好，早晚做1次10下，好，都点吗？好，再讲一次哦。先摸到骨头，锁骨的外侧缘，爬了以后有个凹陷处，叉腰才会凹下去。你手松开，又变平了，手叉腰，好，就凹下去，就定点垂直加压，好，去拨动我们的肺经络，手太阴肺经的起端。好，拨10下。好，我们换手，走数将来。好，摸到哪里？你的右边骨头的下来，这样摸着。好，右手叉腰，有没有凹下去？啊，有哈，有，好，很好。手松开，又变平了。所以手叉腰以后，定点垂直波动，因为是手指哈，它是3只手指头，所以它面积很大，你怎么压都压得到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穴道很好找，定点波动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2式，我们的这个功能去做一些不用手拿。好，第3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肩颈拉伸。我们坐姿坐太久哈，打电脑、坐办公室、挑菜都是坐着，然后会怎么样？头前位、乌龟颈，啊，空听奶哈，所以我们坐姿要做好。第一个坐姿先坐正，好，收下巴，好，长高。好，我们怎么松解呢？奶唇拉伸，好，手打开，手打开了，吸气。因为我们都头前位哦，所以我们手打开，要外旋。我们长期旋内，有没有？打电脑都在旋内，切菜都在旋内，我们要旋外，把颈椎拉直，肩颈拉直。这是1，吸气；2，抬头45度
用弹狗来一下，吸气，吐气就下岸。好，要记得我们手要抬起来，要旋转，要旋，然后反方向给它拉直拔高，很好。然后手放下来就吐气，好，配合我们呼吸，利用呼吸去修正你的姿势。你要记得，你吸气的时候就要头顶直，吐气的时候是肩膀要怎么样？不用手。好，透过呼吸去改善你的姿势。你再练习第3次，吸，然后呢，对，旋转，好，翻转未来，人生翻转未来靠自己吧。翻转，再拔高，45度看天花板，吐，好，做一次哦，吸5秒，就要吐6秒，吐要比吸还要久。吐，好，我们今天教就是3个，就是减挑的这个松解、摆动的这个运动。好，我们现在练习哦。第一个怎么做？好，先去摆动，好，手肘摆动，好，再来就是揉它，轻揉，再来就是加上这样向后摆动，好，2只手都要做哦。好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肺经络，好，压到这个位置，好，轻揉。第3个就是我们的手旋转拉高，放下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教这3个我们的减挑的这个运动放松。好，大家作为今后等下要喝水，下困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日本要教大家做运动，轻活养生操，大家跟我做哦，听我做。数加爱，等下要数拍子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拍子。好，3跟6，弹到3跟6，后数。好，数4个8拍，3跟6要拍手，1、2、4、5，1、2、4、5，不要拍手哦，只有3跟6要拍手。好，数加爱。一起试看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周围轻好哦。3跟6要拍手，要多一个，5要拍脚。5要拍脚，试看看。好，3跟6，3、3、6，我破数。5呢，拍脚，拍一下就好。好，数4个8拍，跟下来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们再一次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一起加油哦！好，我们多练习几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作为轻合，做得很好。好，5要拍脚。好，我们这样5跟8要拍脚，3跟6要拍手，做对吗？做对啦。3跟6拍手，5跟8要拍脚。好，头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哦，这位亲好，我们就是这个拍子训练我们的节奏。好，第一个叫我们这个节拍好的这个运动，好运通。第二个好左右，好左右啊互换，好左右数加眼哦，做数会打口的，真数这么该，拳头要握起来，好握起来啊，左手打开，你听到音呢，一就是这张数字条放下来，2、3、4、5，左手的口令是1，就是小妞妞要弯起来，从你的最左边这张数字条放下来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手打开要关起来啊，右手真数完之后握紧，对不对？1是怎么样？1要打口的。数字弓打口的，数字弓打口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就是握拳的手要从末梢，好，这个我们的大拇指打开，2、3、4、5，数打口的完之后，打开的手就是怎样，要哈起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。手握紧的手呢，就是石头的手，打口的1、2、3、4、5，用大数扣好了哦。左手打开，右手握紧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换左手还是右手？换边了，对不对？右手是开，开就要关，握拳就要打开。好，可是哦，看下来哦，2、3、4、5，哦，都对吗？都对啦，再试试看，试看看哦，2、3、4、5，2、3、4、5，2、3、4、5，好，就是手打开的手呢，要负责要合起来；手握紧的手呢，要负责打开来。好，这是第2个运动。好，第3个步石头，好，步石头的这个运动，看下数加眼，手除叶数啊，推出去的手呢，就是要出步。数卡一了，举高的手呢，这个手举高就是石头，好，上面的手都是握紧，推出去的手就是出步，好，那数重的，再换手推门，手举起来拉东西，好，数重的，又换手推出去，数重的，chuẩn侧，就记得。推出去，这个就是步，半狗 A 数哦，上面的手就是石头，沙条，数重了，温数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收，推，喊拍子咯，2、3，送出去，过来哦，加油哦，7、8、2、3，慢慢来，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是我们手推出去的手就是出步，半狗 A 数什么要举什么要握拳杀条，好，我们再练习一次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送出去，数重了
送出去，加油，就传出去，输中了就推出去，收回来，推出去，收回来，好，再一次推出去，收回来，好，就是我们教的这个第3个这个步石头的运动。步石头的运动呢，有一个这个简单版，好，简单版，太卡数加来哦，真数，右手猜拳，真数哦，要赢左手，右手猜拳赢左手，好，就是一边要赢，一边要输，你也可以左手赢右手也可以啊，好，太卡案例会，我们就左手猜拳赢右手，做对吗？做对啦，做数，这样来哦，左手要赢哦。老师的口令都是左手哦，左手剪刀，右手出什么？步。左手石头，右手出什么？剪刀。好，左手要出步，右手要输哦，出什么？沙条。好，剪刀，沙条，步。好，剪刀，石头，步。剪刀，沙条。步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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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复习一下，有没有搞也好？今天教的就是我们的节拍，好，就是数拍子啊，4个8拍，数到3跟8，还是3跟6，可以去给他秀一下。老师有出回家功课哦，每天都要练习哦。好，想一下，3跟8就拍手，先慢慢练习啊。5呢，破九，好记得哦，好记得，这是今天出的，给不搞的这个给大家回去练习。好，第2个呢是我们左右互换哦，左右这个互换，好互换这个运动。好，就大家就是想一下左右互换。好，第3个就是我们这个步石头啦，好步石头，好就是教大家就是做一些变化性的一些这个运动啊，希望大家回家的时候要练习，好练习，除了老师教以外，你回去也要练习哦，好练习。那我们这个左右互换呢，这个运动呢，就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步石头，好就推门，就举高嘛，再收回来，再换手，好数中了。好，送出去，数中了，送出去，数中了，就搭配节奏，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还有一个没讲到哦，还有一个哪一个没搞嘞？数这样啊，数打扣了，左手出步，右手石头，2、3、4、5、2、向下走，向下来哦，3、4、5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剪刀石头布哦，左手要赢右手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沙条布，剪刀沙条布，剪刀沙条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练不好，大家作为请好，等下下困一下。